继续来看台南国际酸野节伫大内区来举办，除了行销农产，嘛兼并观光。市长王伟摕嘛到场发这个优待券，希望民众支持在地农产。市府这几年拢会举办国际酸野节，替台南的酸野拍广告。市长王伟摕嘛亲身参加，佮发优惠礼券给民众，希望民众加支持到乌烟。办这有啥物活动？办这互农民加一个好的所在，通啊行销。今年虽讲酸野的产量较少，不过市长嘛鼓励农民把握每一摆产销活动，会当拍开新通路，为明年做准备。你今年通路拍开。每年大出的时阵，咱就唔惊无人来甲咱买，所以平常时咱就要做准备，最好都超前部署啦，这摆活动现场嘛规划走管理游戏，加上优惠礼券好康的，互民众会当买在地优质的农特产。今年国际酸野节上尾一场活动会伫咧7月23号玉井区上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